起名的故事类咧。马嘅，因为吼，我如果要用讲啦，依然系马介，唔是戏个呢，预线上到样板唔低呢，冇戏不是医生广告，冇，因为哦，我咩详细讲来讲吼，唔是戏依然。因为我就是预线，佢吼同福卡好准备当到嘅新肉个，因为佢啲我系小朋友。你咩可以有缝的啦？没，你妈妈係北京兒啦。基本上係收錢啦。豆腐卡就準備當到嘅鮮肉哦，佢喺度看嘅小朋友就說哦，因為搏一半，因為兩種都下倒掉。但係用呢個佢當轉嘅嘛，佢喺度寫門診，先問着哪片痛啊，哪片冇會痛啊？把脈嗎？要上司會哦，所以佢喺用看睇之後佢哦，可能要看到可能係喉嚨痛哦，看咗埋剪頭哦，佢就是幫你買個肉個。後來又見睇哦，差不多到過咗時期咯，我開始醒悟，結果哎呦，師兄好像不應該這樣子哦，是不是有點在害我這樣？然後就開始有問佢講，媽媽，阿用緊緊就好麼？佢講你在懷疑我嗎？你們相信媽媽？嘿。俺上耳聲音係發通一啲麼？啊，認真呢片有一個愛搞大家懂後嘅鋪冇錯，係所以我講家下吼，大家講按到全部就會媽寶行為啦，就會口不卡硬啦。如果像係氣感係太累吼，那開成熟一點點，我就會口係氣感，我會同係氣感嘅身體嚟對話，我你係氣感嚟鼓勵，同太氣感嚟分享三大事。認真加油，認真加油。冇錯，我跟你講，什麼叫做心想事成？那是4個字。我要說3個字。叫做意志力，我同佢哋安排哦，比如講話最近動無限啊，有一些咧吼，後練過生勢乖乖，我就會同佢自家講，做唔得哦，也下做唔得訓導哦，怪怪哦，嘿，天公要留樣哦，係，我哋太上工哦，做唔得，你做唔得，從總白卡阿妹做抽神太卡困擾，做唔得，做唔得，問太自家難做事情，鼓手咧就會看。大群嚟去鋪嘅，拜6禮拜冇事哦，吼，跟住拜6禮拜將佢訓到好啦。誒，真嘅，我按着同人自家講，我就會圓一下，你可以養過後咧，我拜6禮拜嘅時間真是會博太平，幫到嘅面從當空，2日。阿忠姑，拜1嘅時間，我就同自家講，我做事了，我上忙了，做唔得訓到了，那就好咧。阿忠姑，我看到佢可以看，本醫生可以看鴉片，這個其中都得去請萬年啲嘛，而且蒲松順先生有掛號你知嘛，馮尚存醫生，精神科看醫生面嘅。走對。但是按那個樸素以後啊，按你太細家就唔會訓到咧，韓國其實意志力非常重要。意志力咩重要？應該送你5+10，直銷式治療。就按那個意思，你看運動員咩按嚟訓練啦，做得冇問題，其實做得到咧啊。眾多嘅資料咩顯示講嘅，他中研究講30歲過後，真的肌力退化，真的是非常快。不說我腳上會按癢，因為他就怪到，因為他就拗到，係咪？真嘅咯，因為我係忙30歲啦，唔知道。你還沒目的啊！你們少來即將遇到的人們，莫安優聽好嗎？不要在這，不要在慧清姐的身上戳她的傷口了。他橘的臉，你別咁講。考慮一下慧清姐走 demo。不要在這個時候講。對，她都要即將邁入第2個30歲了。我覺得醫生5歲嘅退表啊，之後咧，醫生5歲以後呢，會體配有感覺就會壓下，因為呢，藝生醫生5歲以後，真係新陳代謝，佢完全冇效用咯。會下降。頭擺嘅時間嗬，真係愛去運動，真係呢愛去做當然愛有固定嘅運動出錯嘅啦，嗬，你按個新陳代謝就會較好啲嘅。像我頭擺嘅時間，睇下都底下我當然是病嘅嘛，嗬，佢買個月事啊，一條東西都冇固定，我說當定營養唔掂嘛，因為動到朋友會因為按用去開刀。哦，真嘅，巧克力囊腫，係巧克力囊腫，巧克力囊腫。好啦，佢總共就會講嚟知道，一項25歲以後，因為像喺做動到嘅衫褲啊、好看掉嘅啊，佢所謂運動啊、食水啊，都同重要嘅。人家有禮拜兒送回嘅時間，人家兒黃飛鴻嘅故鄉。哦。給後面給黃飛鴻就留下來的好幾代的弟子，我就本給作良，還有綁火棍。哇！佢有一部動厲害，佢有個按到西涼情路。西涼情路，情馬街路。西涼就會給他數字。哦。情路就轉過來。
啊，就第一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第一鸦片按的，佢就按的清送来过后，蛮舒服的他佢就第二那片冇送快，我問下，佢係性騷擾係冇？沒冇相關，你係前件動作有咩嘅？槍送你是不是可以學？我總得講下樣嘢，係啊樣嘢好，本位咧。哎呀，你做前度咧，高雄咧，其實佢本嚟綁火竿，唔過佢綁火竿同台灣冇相同，台灣係用玻璃竿，其實係用灰嘅竿做嘅灰陶瓷管。韓國咧，佢會先鋪一層白粘土。誒，白的粘土就搞嘅粘土，搞嘅真係奶，拍嘅，比如從呢個向咧嘅竿嚟。點火，按你吸，釀上吸那個身體的濕氣啊。比台灣還較狠，雖然講有一層土，不過還較狠，還較服。哦，所以當要學保梅高香咧，佢拿一個唔會跳起嘅布，不用多眼神吼。哦。拿一支棍咧，你做係轉，不用多眼條前，拿一支棍嚟點火。嚇？係變到火把嚟，就一衝來衝去，我俾佢嚇死嘅。只要會俾佢笑停啲。難怪你前一台撈台，你而家上都按唔小到按唔動。唔過真件結束過後，真件精神都好，真件睇下都係向下糾纏嚟去。行起來懂得形象，更真件友好。從頭擺愛。頭擺個家用啊，其實我用個，比如講抽啊，就是咳嗽，其實我本來你是個產寶寶個商業用啊。送入啊，係，其實我用個，其實我用個煮水啊，還是喺我依度個水泄落去，講個就在起了抽啦。他就說那個可以治咳嗽，我現在還唔敢吃，我還是不敢試，反正泄咧，我都冇去敢啦。送人喊做得啦，係啦，產寶寶去滾線做咧。差唔多啊，咩是時光衝就是叫落係衝啊。你是講緊冇聽緊就不當寶寶用咁多產寶寶。哦，個是。產寶寶喺窮下煮，啊，因是變產寶寶啦，商業窮下煮，我知道因是可能應該是冇去夾。因為咧，我嘅加工，加工人很多時間從來唔是看醫生，冇醫生。張媽媽的師傅咧，冇錯，佢就拿個乾梅皮。哦，拿去配到糟，就更是個乾梅皮。我有試過，係很多就是嗰種眼眉，很多時間咩唔去本醫生看，佢咩佢食乾梅皮，人就問我，誒呀，喺個冇乾梅用㗎啥？唔係乾梅，唔係嘢先有啊，佢要去買個陳皮膜。哦，唔過陳皮膜冇按油好，嗰時候佢就會講，佢就是double。比乾梅皮的 double， 這個挑緊個料，自己這樣挑緊料，咁厲害。唔過而家後尾同孔天可能一個要好，咩唔產品。可能媽媽是鐵胃啦。唔過家下要講到咧，吼生理上、心理上，台灣接相當多人係家庭宗教嘅幫助，阿自己來講嚇。冇錯嘅，媽媽就係嗰種同上心理嘅一個治療嘅方式。其實因為我媽媽嗰陣時就會去行嘅太幹嘛嘅老家，不過你其實給他身體冇好，嗰種你就係因為行一隻老家，其實對身體非常負擔動態嘅，因為佢腰骨又唔好，行嗰叫髖關節嗰這個疏鬆嘅問題就動嚴重。嗰種你嗰陣時就見過，唔好去行啊硬硬嗰啲，行到幾種時間動我扶冇辦法啊，就都唔掉啊，而就講冇，我大擺啊行鐵過後，我就感覺哦。我係規身都鬆鬆，行到佢單嘢到尾樓，你同啲嗰啲你嘅拉群主講哦，其中我今日真嘅係生命有保佑哦，我今日行嘅幾遠啊，幾十公里啊，哦，我嘅腳啊都唔會損呢，真嘅動厲害哦，全部行踢過去，其中哦。我下禮拜身體一定會動空氣，身體動好。嗰時候我就想好咧啊，就跟佢去治療佢心理。其實佢真嘅乜嘅民間療法都有吃，佢還有吃乜嘅毒療。哦，毒療。就本來嗰種篤，係，咁我懂送開誒。嗰陣時其實我看到尾有就會驚，不過呢邊我就想，既然其實人家下就講到輕度嘅毒療，因為它算係較普遍嘅啦。嗰陣時我咩老佢講啊。就冇去做啦，做定唔是去做就冇去做。唔過你眼就想講，其實應該冇咁危險嘛，跟住就去吃看啦。唔過一下真嘅係去提倡大家一定會去多較合法嘅素材來做按用嘅民俗嘅療法咯。後山太上宮，要大家講。